2025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资格赛咱台湾队先提出30来个人的名单，透过训练甲交流赛，落尾会只有28个正式队员。今仔早起伫经典赛网站嘛公布咱台湾队27个人的名单，搁欠一个人哦。中职是表示讲，上班2月19才会确定28个人的名单，所以咱嘛先保留调整的空间。 台湾队伫过年后开始训练，公布36人的名单。教练团要透过集训加交流赛选出28个人来做上坚强的团队。不过 WBC 官方伫台湾时间2月初4顶播，公布各队28个人名单。台湾队投手以高林瑞阳、陈平玉、丁李月选手做主力，中职有齐玉熙甲陈文文这选手。也最近高林传出讲，北边无爽快是引起关注。 这边我们会陆续的跟球坛这边有密切的一个应该是说追踪，然后最后再看他的一个状况。那目前就是等待球坛的消息这样。高林爱继续追踪等球团的消息。这份 WBC 公布的名单，台湾队空实干那27人，捕手包括林家正等3人，内外野手分别交张玉成、甲陈杰宪来负责。另代表献出场的郑宗德，今年互邀请去大联盟春训，敢会转来参战也唔知，目前无甲伊选入去名单当中。 每位选手能够进到国家队，他们都有一定的实力。那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个能力发挥出来？那我们也会希望说，只要尽最大的力量，然后打出一场一场感动的一个比赛，那呈现给大家来为我们加油。 WBC 这份名单待先公布，中职无回应。不过公司按照规定先交予 WBC， 2月19才是28人名单上尾期限，也可会当调整。意思就是讲，27人名单当中无入选的球员，也阁有机会伫2月19进入最后的名单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